Hello，大家好，歡迎返嚟我哋頻道。今日想同大家傾一個好多香港父母晚晚都面對緊嘅問題，就係點樣令小朋友自動自覺做功課，唔使日日催催催。你係咪都試過放工返到屋企，成個人已經好攰，但一打開門就見到書包未開，功課未做，啲嘢散到一地都係，你即刻無名火起，第一句就問：做咗功課未呀？仲玩？快啲去做啦！跟住小朋友仲係慢吞吞，唔拖到最後一刻都唔肯開始，你越催佢就越唔願喐，最後搞到成屋氣氛好僵，有時仲會喊埋一份。或者你都有呢個經歷，明明放工前已經提醒自己今晚要冷靜，要用方法，但一見到書包未打開，真係好難忍得住把火。你唔係孤單嘅，好多香港家長都有同感。你可能會諗，點解我個小朋友就係咁唔自動自覺？人哋嗰啲係咪天生就咁乖？其實唔少研究同教育專家都指出，自動自覺呢樣嘢唔係天生嘅性格，而係一種後天培養返嚟嘅習慣。佢唔會突然之間出現，而係要靠我哋做父母嘅，透過清晰嘅流程同埋每日嘅練習，慢慢幫小朋友建立返嚟。試諗下，當你每次都係用催促去令佢做功課，小朋友慢慢就會學精咗。原來只要我唔做，爸爸媽媽把聲就會出現，提我、幫我安排晒一切。佢嘅腦入面就會將開始做功課呢個掣同你嘅把聲連結埋一齊，而唔係佢自己內在嘅時鐘。換句話講，催促反而會令小朋友更加依賴你嘅提醒，失去咗練習自律同自我管理嘅機會。呢個就係點解你越催佢就越慢，甚至乎冇咗你喺身邊，就完全唔識自己開始。咁有咩辦法可以扭轉呢個循環呢？第一個關鍵就係要建立一個穩定同可預測嘅開始流程。小朋友嘅腦仔好需要規律，當佢知道每日放學返嚟會有一定嘅程序，佢就會好自然咁跟住做，唔使成日等你出聲。你可以同小朋友一齊坐低，心平氣和咁傾。下設計一個放學後三部曲，例如第一步返到屋企洗手，放低書包，換件舒服嘅衫；第二步食少少茶點，補充能量，但係記住唔好開電視或者玩手機住；第三步坐喺一個固定嘅位置開始做功課，呢個位置最好係一個安靜、光線充足、台面整齊嘅書台，冇任何玩具或者電子產品喺面前。有啲家長會畫一個流程圖貼喺牆上面，例如用圖畫表示洗手、茶點、功課、自由時間，咁樣小朋友可以自己睇住嚟做，唔使你成日提。記住喺設立規律嘅時候，俾小朋友一啲小選擇，佢會更加有動機參與。你可以問：你想做完功課先食茶點，定係食少少先？今日嘅功課，你想由中文開始，定係由數學開始？呢啲好細嘅選擇會令佢感覺自己有話事權，而唔係完全俾你操控，自然會減少好多抗拒。呢個做法背後係有心理學根據嘅。當環境同流程變得固定同可預測，小朋友就會有安全感，知道下一步發生咩事，減少咗猶豫同掙扎。同時，重複嘅行為慢慢就會變成習慣，唔使再花精神去思考做唔做，而係自動波咁去執行。大腦入面有個基底核，係負責習慣嘅地方。當一個行為重複好多次，就會變成自動化，唔使再用前額葉皮質去思考。所以我哋要幫小朋友行好呢條習慣嘅路，等佢哋將來做功課就好似刷牙洗面咁自然。我哋做父母嘅角色就係從旁協助佢建立呢個系統，而唔係做一個人肉鬧鐘。第二個方法就係要將功課變細變具體。好多時小朋友唔肯開始，唔係因為佢懶，而係因為佢面對住一大堆工作，唔知點樣入手，產生咗焦慮同無力感。好似你見到成台未洗嘅碗，你都唔想開始咁。
你可以試下每日開始做功課之前，同小朋友一齊望一望今日有咩功課，然後將佢哋拆開，做幾個細嘅任務。譬如中文有詞語同閱讀理解，就可以拆做兩項；數學有工作紙，又有改正，又可以分開。最重要係用一張檢查清單寫低晒所有細項。呢張檢查清單我中意叫佢做剔剔紙，你可以整得好靚，甚至用啲得意嘅圖案。每做完一樣就由小朋友親手剔一個剔，或者貼一張貼紙。呢個剔嘅動作會帶俾佢一種即時嘅完成感同滿足感，呢種正面嘅回饋會推動佢繼續做落去。而且透過呢張清單，佢學識咗規劃同管理自己嘅工作，睇住啲項目一個一個減少，信心亦會慢慢建立返嚟。有研究指出，視覺化嘅進度對小朋友嘅動力有好大幫助，因為佢哋嘅前額葉皮質仲未完全發育，抽象嘅時間管理對佢哋嚟講好難，但一張實體嘅清單就唔同，佢哋睇得到、摸得到。如果佢真係好抗拒，你可以再拆細啲，例如中文詞語淨係寫頭3個，做完就讚佢，再鼓勵下3個。呢個叫做任務切割法，係心理學上用嚟克服拖延嘅技巧。檢查清單唔單止係幫小朋友，其實對你嚟講都好有用。你可以減少不停口頭提醒嘅次數，改為間唔中望下張清單，就大概知道進度。讚賞嘅時候都可以好具體，例如我見到你已經剔咗2架好，即係完成咗2樣功課，真係好有效率，繼續加油。咁樣讚賞嘅係佢嘅努力同過程，而唔單止係結果。心理學家提醒我哋，正面嘅關注會強化好行為。當你捕捉到佢自己坐低開始做功課嘅嗰一刻，即刻俾一個鼓勵嘅眼神、一個微笑或者一句溫柔嘅讚賞，遠比事後批評佢做得慢、做得錯有效好多。我哋嘅目標係令小朋友將做功課呢件事同正面嘅感受連結起嚟，而唔係恐懼、煩躁同被鬧。第3個關鍵係完成功課之後嘅回顧環節，好多家長會覺得做完功課咪收得工咯，仲傾咩呢？其實每日花多幾分鐘同小朋友一齊望返今日嘅工作，對培養責任感好有幫助。呢個回顧絕對唔係要捉錯處或者鬧人，你可以用一個好輕鬆嘅態度問佢：你覺得今日邊樣功課做得最好呀？有冇邊度覺得特別難，需要爸爸媽媽下次幫手？又或者今日做功課嘅時候，有冇咩令你好開心或者好唔開心？有時小朋友可能會話：我全部都唔中意。你可以換個角度同佢玩一個遊戲。不如我哋一齊睇下今日邊樣功課最似一個冒險，用趣味去化解負面情緒。呢啲問題可以引導小朋友反思自己嘅學習過程，同埋表達佢嘅感受。當佢分享嘅時候，記住用積極聆聽嘅態度，望住佢嘅眼睛，點點頭，唔好打斷佢，同埋嘗試用你嘅說話講返佢嘅感受出嚟。例如佢話數學好難，我唔識做，你可以話：聽落你覺得數學有啲挑戰性，係咪覺得好挫折？不過我頭先見到你好努力咁試，冇即刻放棄，媽媽真係覺得你好叻。唔好一下子就話咁簡單都唔識，或者即刻俾答案。首先同理佢嘅感受，讓佢覺得你明白佢。之後再一齊諗辦法解決。呢種溝通方式會令小朋友更加信任你，亦更願意去面對困難。香港教育局同衛生署嘅家長教育資源都有強調，父母嘅角色係成為小朋友嘅情緒教練同信念支持者，同學校一齊合作，而唔係淨係做一個功課監督員。當小朋友知道即使遇到困難，都有人喺度支持佢、陪伴佢，而唔係指責佢，佢就會更有勇氣去承擔自己學習嘅責任。久而久之，自動自覺就唔再係一個難題。
喺呢個過程入面，如果小朋友真係發脾氣唔肯做，或者喊晒減口，咁點算呢？呢個時候更加唔應該用催促或者責罵去壓制佢。記住，小朋友嘅行為，尤其係強烈嘅情緒反應，其實係一種溝通。佢可能喺學校遇到咗挫折，身體唔舒服，又或者純粹係好攰。你可以試下先放低功課嘅事，行過去攬下佢，用平靜嘅聲調同佢講：我知你而家好唔開心，可能好攰，做功課真係唔容易。不如我哋休息5分鐘，飲杯水，等個腦仔唞一陣，之後再一齊睇下點樣開始，好唔好？先處理心情，再處理事情，呢個係好多情緒教練嘅基本原則。如果佢繼續喊，你可以俾2個好簡單嘅選擇。佢你想媽媽陪你坐喺書台隔離，定係你自己先做5分鐘？呢個時候唔好俾第3個選擇，唔好問做唔做，而係直接跳去點樣做嘅階段，俾佢知道你明白佢嘅難處，同時亦俾一個冷靜嘅空間佢。好多時情緒過咗，佢就會肯跟你返去嗰個已經設定好嘅流程。其實做功課嘅衝突好多時都係權力鬥爭。小朋友想爭取自主，而我哋想佢哋合作，與其硬碰，不如用上面嘅方法，將權力還俾佢，喺可控嘅範圍內俾佢選擇，咁佢嘅反抗就會細好多。總括嚟講，要小朋友自動自覺做功課，唔係靠你把口日日追，而係靠3個核心方法。第一，建立一個穩定可預測嘅開始流程，令做功課變成每日必經嘅站。第二，將功課拆細，用檢查清單建立即時嘅完成感。第三，完成後用溫柔嘅回顧，建立反思同責任感。你可能會問，呢啲方法係咪用1、2次就即刻見效？坦白講，教養從來都冇魔法。建立一個新習慣，平均需要時間同耐性，尤其係如果之前已經習慣咗催促模式，更加需要一段適應期。可能頭幾日甚至頭幾個星期，你都仲係需要輕輕提醒，但係只要你保持一致性，唔好今日放縱，聽日嚴厲，小朋友慢慢就會內化呢啲節奏，將外在嘅規律變成內在嘅自律。記住，你嘅冷靜同堅定就係小朋友最好嘅榜樣。當你越能夠放手，唔再將做功課嘅責任攬喺自己身上，小朋友就越有空間去成長同獨立，同埋容許佢哋有失敗嘅空間。因為從錯誤中學習都係培養責任感嘅重要一環。最後想同各位爸爸媽媽講，教養呢條路有時真係會覺得孤單，尤其係當你試緊新方法，身邊未必有人明白，但係你唔需要一個人行晒。如果呢集幫到你，記得分享俾你另一半或者身邊其他爸爸媽媽。唔係要話邊個做錯，而係用一個好溫柔嘅方式話俾佢知，我有諗住你，我想同你一齊，令屋企多啲愛，多啲照顧。可能你一次分享就會令另一個父母喺今晚少啲孤單。希望今晚嘅分享可以令你哋屋企嘅做功課時間由戰場變成一個連結同成長嘅機會。我哋下次再傾其他教養話題。鍾意呢集內容嘅話，記得讚好、訂閱呢個頻道，同埋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你哋平時做功課有咩挑戰或者成功例子。你嘅留言可能會幫到另一個煩惱緊嘅家長。多謝你嘅收聽，下次見。